这两天空调开还在，正在矫正到儿子的瓜娃。有囡囡要去游泳去，上个路段，你有点不大出趟，后来人也都出来。哎呦，快，马上人踩到肛门里头，我现在。越来越聪明了，现在小哎，动作车水马龙，一下子难以适应。他是在那个场地去游泳啊？哎，你俩嘞？那么地气的叫一打，那个场地有游泳池的。游泳池看到没有？那个像游泳啊？小孩都是小的游泳池，你以为多大？那个是浴缸哇，这个好游啊！迪拜拜耶！哎，不人都关系该到你到美国去了，我谁？我笑了。那你们有没有育婴书的？真的有育婴书的？有，我们手上都有呀。就男的带。哎呀妈呀！你以为是妹妹啊？我们正宗弟弟啊！等一会儿脱开来让你们看看，如假包换，跟你们讲。哎，没睡醒，你看。哎呀，眼睛好花哦！你看，哎，来一段，噔噔噔，咦，是男生吗？哎，马上脱开来给你看看啊！胎毛，我们酷不酷都竖起来的。哎呀，你很少面对这么漂亮的孩子吧？就适合做运动。你看，他救生圈也要吃的呢。明显比上次大很多了，这个水是不是有点烫啊？他们的多大？比我们大2岁。哎呦，来吃来着！现在身子最具困感，我要修得起到2个篮子蛮棒的，而且我不能控制手气。想来想去嘛，我出2只洗手水是最好吃个800万到得起，再实惠。冰糖之余大砂糖，正宗出口豆沙，不是普遍记里打出来的。你露只牙齿看见个家。